节目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。北部昨昏夜嘛开始就雷公雨，部分的所在因为安尼停电，包括新北邦桥、土城、甲桃园拢有。台电说明讲，这3件停电的事故拢甲变天有关系。也在暗时啊，伫咧新竹的香山嘛，因为线路断去，造成732户失电。落大雨，规条路沟黑暗暗，行伫咧路的爱正细腻。新北市邦桥区12暗7点45分突然间停电，徛街店面拢受影响。有门的都不能开，其他的都不能开，是不是？对，有门的不行。这个停多久了？好像有一阵，半个小时。货架的可以拿，但是冰箱不能开，就对了。OK，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会来啊？他们正在处理，可是不知道无电通用，超商也无法度印发票。当地里长提醒里民讲，因为电箱憋气才会停电，这么消防车也伫咧现场待命。台电讲是因为落大雨，和雷公卡着开关才会故障，2860户停电，收2点钟了，全部拢复电。第一次摸黑逛百货公司。进前定定停电的桃园这边也停电，桃园大江放下内面规个暗摸摸，人客伫咧黑暗中继续睡。暗时8点18分，桃园因为落大雨，造成高压线路断线。大园区、中立区有1667户失电。1个小时吧，刚才有电的店家逛了。对，不是所有都没电的。我们有备用电源，下载，打开电脑，然后找客人，不要踩到电梯滑倒就行。12暗8点58分，新竹香山也有线路断线，造成732户停电，可能也是因为雷公雨所造成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